开会了。乡亲好，我是汪小 K， 欢迎大家收看基本嘅村民大会。呢个农民真正动力会哦，种马界黑马界。不过你下农村动欠人，种也冇人，收也冇人咯。所以台湾农村结讲早就唔系新闻嘅，新闻系你下农委会提出讲为引进两个50多公里停收农事，还个最高可能才明年嘅年挑就会实施了哦。你系好办法吗？有规范吗？还家己到底会带来好处也系坏处？因为村民大会特别要强调公部门，还有复杂专家，还有呢个农业代表的强合的关系嘛。杨批为大家绍介今每日参加嘅特别里边，第一位绍介系农委会普头处的处长钟吉信张处长，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处长，听二位对边绍介系推台教授林志胜，林教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教授，第三位对边系农业代表绍介系云林柳农联盟嘅理事长罗子仙罗小姐，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欢迎三位对边啦，因为强烈关心你下台湾农村结讲结到安用嘅大问题哦。其实广东用一讲，你下台湾嘅农民平均嘅年纪系62岁，大体都做阿公嘅哦。用办讲学上挑每对接。大体看到有两条问题哦，第一个就是你个农产品嘅价值其实冇几好，冇乜嘅利润，所以冇人会做。香港看到劳动力不足啦，还有能力啦，还有讲你下匮乏嘅问题，耕田面积减少减少咪系减少咪系这问题，还有动多啦公亏水源啦，农业成本啊，还有那个进出口咪系动态嘅关系。不过基本呢位讨论嘅主题就看到第二点哦，劳动人力不足哦，看到那就系冇学上挑类接，所以的接班梯队系到哪位去？所以啦，农村经历经调研，就是呢基本嘅讨论，到大家客观嘅用来解决咯。到正式讨论之前，呢先来看一台新闻报道。天天爬山虎一路上，聽我看過去，摘菜四下子嘅睇睇，弄已經60歲上下。做到我歡喜咧，做歡喜嘅了。只家你會當背哦？會咯。70斤，我都要幫佢80咧。古一來看台灣無論哪一種嘅農業勞動人力，睇田農係老嘅還愛做，唔過後生頭已經唔愛接嘅。我不要太累了，因為我阿媽就有做過了，回來都是滿頭大汗啊。農業勞動人口老化，三和接班人面對長期農業欠工嘅問題，今年10月初，農委會嘅主委陳寶基喺立法院提出想要引進農業外勞嘅想法。現在都還在這個評估當中，但是我是覺得應該要試行啊，開始走了。我們希望在明年年初就開始。實際來到南投縣鹿谷鄉嘅茶園，睇鄉里嘅茶期，鄉樣要面對前無人摘茶嘅問題，不過農企業行過細茶農嘅意見，實係前無相同。沒有缺工的這個問題的話，我還可以再去承租其他，總比荒廢在那邊比較好吧。外籍勞工引進的話，某個層面上，它會帶動我們農村的一些經濟的層面會更往上提升。這咪無人要做，這就是你運輸的方面大問題。你貨車再講合法，就冇這個問題。佢講唔可以摘就唔可以摘，工錢喺小弟就講冇愛咧，調價咧對啦嗬。對外勞動反感呢，按個台灣人一家摘，春茶客欠啦。不過對係沒有開放農業外勞，勞動部長講，要做個謹慎的評估。針對農業的發展，還有缺工的性質，還有缺工的影響，還有就業當地農村的影響等等層面，能夠提出更完整的評估之後，在這個委員會討論。如果取得社會共識之下，才會有考慮。不過，還有民間團體認為，台灣的農業唔係無人做，係薪資結構出現問題。台灣為什麼現在薪水會倒退到16年前？那是因為資本家任何賺錢都不願意回饋給他的員工。如果他的員工是台灣籍的，他也沒有加薪，最好是能夠換成外籍的。所以，難道你要讓台灣現在的資本農業為所不用其極的去壓低勞動的薪水嗎？一下勞動部韓國農委會建立合作嘅平台，政策天挑剔關於優勢外勞補充。勞動部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嘅委員，為實際下鄉去了解農業欠工嘅問題，同民間團體溝通，得到社會嘅共識以後，就個決定係冇開放農業外勞。
杨天宇开头个世界该杂杀个破小秘密哦。不过，台湾农业欠人安用个问题可能会小唔出来哦。你先来看一份数据，大家会更加清楚了解哦。了就从202年安用来做比例来看到，25岁到44岁了个主力个农价吼系单场占体41%，啊个最处理的部分最关键个还系44岁到64岁之间占的65%哦，有635安个，啊个看到65岁以上，你讲系老农民啊，台体有23%，你看到15岁到24岁安样个期间系2%，完全冇人哦。看到那最重要个还系到64岁了个年纪台体，平均年纪农民啊系62岁，都算系阿公咧吼。啊，了变算系阿公太太，真正冇人来接，系讲时间放松来看。20年过后，了个青色又会变到马个轻。看到过去20年，了下情况会变到很严重。问题应该先为强问那个张处长，我想现在台湾农村这种缺工的问题很普遍，不管在北中南东都看得到，各个产业面向也都有。这应该不是短期造成，应该是长期以来受到忽视，或者是没有这个政策没有达到点上所造成的一个现在的结果。现在这种缺工是相当急迫嘛？我们农委会这边现在提出的就是只有引进外劳来解决缺工这个问题嘛？从刚刚的数据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农业的人口，尤其是主力农家，他从事劳动力的人口年龄越来越高。那这个趋势事实上跟全世界都是一样，全世界都有这样的趋势。那农委会长期以来都在注意劳动力的问题。那我们针对国内农业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事实上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做了一些产业结构的调整，包括机械化、自动化这一部分。长时间以来都一直在投入。另外一个，我们也发现说，如果劳动力的缺乏能够从国内我们的劳动力来补充，这也是很好。所以近几年来，农委会针对青年从农的部分，针对做农业聘雇、农业联合征才，然后甚至见习农场相关的工作，我们都长时间在做。不过人力好像没有补上来。对，经过这些努力以后，我们还是发现。有一些农业的工作，确实这个人力没有补上来。那这些工作通常就是一些补充性的工作，就是国内的劳工不愿意去做。那有大概属于2类，一个就是长时间，周年它都会缺工；另外还有一些是季节性的缺工，比如说采茶、采果，这个很短时间需要大量的人力，那这个部分都会发生缺工的问题。那确实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是，那我们农委会有调查过国内目前现有可利用的人力，再来进行调配，也就是说，是人力补足了。然后还缺工，还是人力其实还没有补足，缺工，然后所以要引进外来。你们有调查过这个基本面吗？是，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要去思考农业它的劳动条件它的劳动条件，因为农业的工作比较辛苦，那可能长时间要在室外，那可能它的工作的时间要比较长，那工作的时间也不固定。比如说采收的时候，比如说有些畜牧业，它可能一大早就要起床，那农忙的时候真的是。不能看天后才工作，他随时都要工作。那这种状况之下，很多人不愿意投入农业的工作。所以经过我们包括刚刚所讲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自动化的协助，还有包括国内的聘雇，这些努力都过了以后，我们还发现。确实还是有劳动力缺乏的问题。是这样子哈，谢谢处长。那我先请教一下罗小姐、罗理事长哦。那照处长这样说法，其实做了各种前置的努力了，但是台湾的人力还是叫不回来。那这样我们透过比较低成本的方式，用外面引进劳工来从事农事了哈。就你在地的观察，因为你也算是农业大县，然后农业首都。那目前现在在基本面上，就是第一线农民大概缺工的情形是怎么样？然后呢，您的观察是国内目前可运用的人力已经充分运用完了，所以我们才需要引进外劳，还是你觉得其实有空间可以再加强的？我觉得说我们国家农业是最根本的啦哈。那其实我们现在人力的话，因为如果说农作物的话，它是生产期的话，它只有采果部分比较重视那个人力而已啦。那其余的话都是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在地人都会知道说派遣工怎么去哪里找。所以这方面的话，应该是比较人力短缺的部分比较没有那个需要。然后你外劳引进的话，只能从事惯性的那个作业，跟我们那个精致农业提升农业技术根本是没办法，是没有划等号的所以说会造成本地那个劳工那个要打工的问题还有他们的生计问题甚至说那个要想回来那个年轻人他们说。我们那个工作已经缺少了，已经没有那个机会了，他怎么回来呢？所以我觉得说这方面的话，是不是农委会这边的话，应该那个配套措施还有说
弄一个那个亲人哈能安心的，然后从容的方案哈。那我们实际说我们要做农的话，我们回来的话能有照顾那个老年人哈，比较不会产生那个社会的问题。是，所以从你们观察，这个缺工问题不只是说缺人补人这么表面简单的问题哈，后面可能还有一大堆需要比较审慎的去做配套跟构思的。那林教授你好哦，也请问一下，其实我们讲到引进这个外劳，有社福外劳，也有工程外劳啦哈。那针对农业这一块，目前引进的外劳也只有渔、农跟牧都还没有。那渔很早就引进有外劳，有做渔工啊、船员或大副、二副。为什么农跟牧没有引进外劳？是不是原本质上他考量到，就是说这是国之根本，关系到国家粮食生产安全跟农业永续的关系，所以要开放绝对轻易不得，要有非常缜密、非常深密的去思考，有构思，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呢。我想这样的一个制度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本地的。怎么去引进？这个应该一个媒合的一个平台要很重要啊，媒合的平台。过去大概我们农会、我们农委会也辅导一些代耕中心，那这个怎么去扩大？怎么多元化的一些经营？内部的人力要强化一下。对，好，这是本地的一个这个问题啊。那至于是外劳引进，你怎么去把关？怎么去媒合，怎么去管理这个配套哈？我想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其实有一些其他国家，我们也可以考虑看看哈，尽量把负面的消弭到最少。老师，我们台湾的农业形态还是小农居多吧？是，如果既然是小农，像刚刚我们理事长就提到，都是个体户、家庭户哦，他们自己要管这些农事就已经忙不完了。如果还要再担负劳工的管理问题，而且文化隔阂、语言的隔阂，他重新模拟，他一样也是虽然从外地引进，也是素人啊，很多东西要重新教起。是对这种我们现有存在台湾农业耕作的这种小家庭的形态，引进外劳，可能好像还有一段落差哦，反而没有补他的力，反而造成他的麻烦，会不会？当然是会，但是我觉得这个责任是政府，包括农委会啊，他怎么去再做他们的职权的训练跟一个管理哈。所以我想，如果是引进外劳，我是比较不赞成是直接由农家来引进哈。我想一个合适的一个单位哈，比如说农民团体啦啊，或是我们台湾也有农畜协会啦哈。那跟农委会他跟农民团体站在什么样的关系来做一个管理，来一个派遣？我想这样一个统一的话，就减低这个农民自己去管理这个外劳一个负面的一些因果关系。所以重点就是在雇主是谁，那么这个管理单位是谁？对。那处长请教一下，我们有构思过那雇主要放在谁身上吗？当然，引进也有一些原则，然后引进有一些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能影响到我们国内现在这些劳工的就业权利，这个是农委会第一个要思考。第一个要把持住的。那第二个就是说，会不会说因为引进外劳造成我们的品种技术外流？那这个也是要考虑的。那第三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这个管理的问题，事实上要有一个完善的配套措施。所以我们在看整个产业的时候，我刚刚有提过哈。我们农业劳动力的缺乏，有一些它是周年性的缺工，就是一整年它都缺工；有一些就是季节性，它突然之间要采收，突然之间那个农忙的时候，它找不到人。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话，在不得已要引进外国劳工的时候，我们大概会去思考这两个层面。是啊，处长，其实你说到，其实需要4个字：从长计议。可是你们明年年初就要举办了，也有从长计议吗？是。事实上，台湾农业缺工这个问题，农委会在1995年就已经有做相关的研议，在2005年也有做相关的研议。那这几年来整个的状况，社会共识有了吗？愈发的严重，所以农委会也做相关的研议。那这一部分大概我们要提出来的就是说，刚刚所讲的大家外界的疑虑，我们都有去做相关的研议。我们也在引进的时候也要做这些思考。我还是要强调我们要解决台湾农业缺工的问题，要从3个步骤来做。第一个就是产业的结构调整、自动化；第二个就是国内劳动力的增长，那最后才是审慎引进外国的劳动力。那外国的劳动力这些，当然包括刚刚所讲的几个疑虑，我们都需要去思考。那这部分事实上农委会做了相关多的研议所以引进的时候我们会去思考所有的问题。是，其实在提议上个各种朋友，佢都对那个农委会会引进那个为是老公咧提出农事，佢都有很用的可能咯。咱供应一难去，个日本再热力摕多些，个减危险啊！我有农民从小咪希望讲政府做咧开放咧，我攞嚟停做。一方面讲人力做在下游拿掉，一方面支出唔算多。其实现在很难调度的，包括我们有在中南部调度，其实很难调到工人。
工厂以外嘅私人呢，假使讲有嘅时间守法，一个安全用我哋处理，保险用我哋处理，将喺员工生计都喺台湾，所以我希望一个积极性嘅一个农业嘅实一个缺少嘅劳工问题，一个国家政府嘅政策来改变，天方面参考来，让我哋来咁嘅配合，安尼呢，对台湾的农业这样有个升级。农业这个产业会缺工，其实你要放长远来看，它缺工不只是眼前这个缺乏劳动力而已，它缺的是后面农业可能后继无人。整理一下，了解农民记者所反映出了个问题哦，提早一看到，觉得哈港总应该研究中台的降怕做港式哈，天色有没有危险？他看呢，你哈已经动欠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政府做啲开放围咯。第三届呢是了从杂差，那个货运再工、货车再工，其实你哈还蛮有合法化，也冇弹性灵活的运用哈，还有动态嘅限制。他看到。欠改就像我们罗理事长缺的是季节性的临时工哦，他看读农。水摸汉嘅时间很难调度的，他可能黑美做的利用列下采读推湾嘅现有的外劳人力哦。处长，我想先请教，事实上我们常常进入到客庄哈，在当地跟农民做论坛讨论的时候，当地农民就提出一个问题啦哈。当然，引进外劳是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不过解决现在目前非常急迫的一个问题，燃眉之急，是不是能够在调整内部台湾的人力可以补上来之外，可不可以运用现在目前就在台湾现有的外劳人力？据现在的统计，大概有52万人次啦哈，就都在这边。那这种不要让它变成是非法打工，有没有可能在灵活调度，可以盘点现在人力可以运用的？这是农民提出来的问题，不知道处长您怎么看？我想这个分成2个部分来向各位说明。第一个就是现有的人力，包括我们国内的劳力怎样做适当的调度。那因为农业劳动力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它大概就是地域性的限制，农业的劳动力没有办法很长距离跨乡镇甚至跨县市的移动，这个是它有实际上的困难。第二个，农业的劳动力蛮多是季节性的，短时间需要的相当多的人力。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做国内劳动力的调度也一直在做，所以我们透过在103年有48个农会在做在地人力的调度，我们是希望补足。那包括农委会做的很多的努力包括青年暑期的打工、学生的打工、学生的实习这部分，我们都是希望能够补足季节性的劳动力缺乏这个问题。那这些都努力的时候，还有缺工，才会去想象说能不能跨国劳动力。那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一部分，就是说现有已经有52万的外籍劳工，能不能利用他们来做？那事实上，外劳的引进它都有一定的规范，它有一定的工作范围。那我们如果说希望这些人来协助的话，事实上。为什么那就不从法的源头上去修法才有可能？对，在整个法令上，你必须要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才适合做这样。因为政府在做这相关法令的时候，必须要遵守法令。是林老师，这很难做吗？如果说有一个像就业辅导站那样有咨询训练，然后人力调度跟现在缺工需求的安排，这种资讯化的透明。感觉上，事实上，在过去，包括重建委员会相关的这些，在面临一些失业的处理配套的方式上，都有做过啊。放在农业上，为什么不可行？我想农业有它的特质它也比较辛苦，那时间也比较不一定，因为季节性那这样的一个媒合的一个单位，也是要做一些之前的一个信任的我想这方面，我想过去一直成效不彰，也有它的因素那主要还是因为台湾也是很小嘛那都市化以后，你要做的服务业是很多像以我过去的年代只要寒暑假哇，那个到梨山大家都很乐意去打工的人很多。对，那现在学期中大家都有17可以去打工，到处都可以打工所以这样的一个以现在农村的一个工资是很难去吸引的即使现在我们在外面有失业人口我看礼拜天都有人能举牌在做中介房屋那个广告的，他们也不愿意下去，他宁可来赚这个填饱肚子就好，就不愿意出去所以这些就是要感觉说他们会喜欢上农业，会爱上农业，要把这个农业是选学这种氛围把它建立起来。是所以一些散兵游泳一些闲置的人力，可能在性质上没有那么好调度。好，那我们就是从农讲农好了。那如果刚刚像处长讲到，其实我们可以吸引很多一些农业学校的学生、农事单位的一些正在培养的储备的年轻人加入，那大家都是同一个源流，都有兴趣想做。可是问题是我们长期以来国内政府对农业的
的一种某种程度讲，在工商发展情况下是相对忽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农事学校都不是停办就是关校啦。现在还有这样的年轻学生可以加入，我们是不是应该再鼓动把这些人找回来呢？这些就是当初教改的时候，把一些技职体系，包括农专以前最有名的是嘉义农专、屏东农专，都改成大学的，大家都是拿学位，拿到博士、学士、硕士一大堆，甚至现在剩下仅剩几所的高农。也都是普通科综合高中了这些人才流失所以我有一个想法，说是不是教育部要赶快去建立这样一个农业技职的一个体系不一定读到有学位就是专科，甚至高农的只要一些高龄化一些我们农家子弟来读高农，来读农业的一个职业学校，你就学杂会免费来培养这些第二代的一个传承农业传承这些人口那比如说每个大学可以做一些跟农业有关的一个社团像现在世建会还有在扩大这些寒暑假都可以去让他们了解其实去农业接触大自然然后去生产这些有机的，营造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农业环境，大家会喜欢这样农业的一个选学会慢慢上来这样比较容易从。长远记忆应该从培养这些东西出来，所以面对问题治标，当然更要治后面的本如果我们自己国力充实这方面的务农青年能够把他这个接班梯队整个带上，才是正道对，那请教一下罗理事长，从云林的经验来看，哇，青年农民回乡务农，成绩表现都很好因为他脑子很活那你看到说，其实年轻人真的有像外界想的吗？那种怕吃苦，宁可做服务业，也不要来从事农业。那他们要来，我们要开创什么样一个友善的环境，大量的刺激他们来，然后成为我们的生力军。那我们云林县做得非常好，我们20乡镇总共现在有13个乡镇那个已经青年回流了，而且我们在农民大学跟那个有机训练班这方面的话，有1/3是35岁以下，很年轻云林县政府真的做得很棒，而且农业处非常用心所以我们那个还有我们虎科大那个农民大学那个罗朝春老师他非常好。对农民的那个青年的指导非常很棒，他是提升那个农业技术所以我是觉得说那农委会这边的话，是不是说对青年这方面的话，是不是说给一个安心方案，让他们回乡有一个保障然后还可以减轻那个社会那个什么独居老人的问题。理事长请教一下，其实农委会这边对这个青年回乡务农是他们的主力政策，这几年推的很多，刚刚处长也讲，你觉得还不够吗？没有震惊到。没有震惊到，因为我们觉得说他们在那个农委会那边讲，对不对？可是他们针对的是就是农会的部分，给农会的补助还怎么样？但是对小农的部分没有帮助。为什么没有帮助呢？因为我们感受不到，而且小农非常辛苦。为什么辛苦？他们种植的东西而中间的被剥削，他们剥削的话，他们得到的利润只能糊口而已。所以我是觉得说，那个农委会这边的话，是不是说给那个年轻人要回乡要务农的部分是不是给他们一个安心方案？就直接补贴对人是这样子吗？对，就是对年轻人鼓励他们，这是最根本的那个解决那个人力短缺的问题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署长好。农委会青年农民的辅导真的是我们目前重大的政策所以针对青年农民的辅导部分，分成好几个部分在做。那当然，青年农民辅导以后，他返乡以后会碰到相关的问题，我们也都去思考到。目前大概有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专案辅导，每一年我们大概选了100位青年农民做专案的辅导，这些青年农民给他陪伴师2年，然后给他相关的技术辅导、各方面的辅导，这部分是专案辅导的部分。那另外没有进入专案辅导的部分，我们在各县市，包括云林县，我们事实上都有一个青农联谊平台，因为青农返乡以后，他就是有技术的问题、有土地的问题、有资金的问题、有行销的问题，透过这样的联谊平台，给他辅导的方式。那刚刚罗理事长所提到的一些直接补贴。所提到的，包括青年的部分，他大概土地的问题，透过农地银行帮他去承租到土地，或者是媒介土地让他去耕作。另外一个资金的问题，农委会也提供低利的专案贷款，目前的利率大概是1%到1.5%，有这样的利率。那在去年里面，大概就是青年农民贷款的部分就超过5000多万。所以事实上很多事情在做，很多事情在辅导。为了要解决台湾农业的问题，包括劳动力的问题，我们还会希望更多的青年农民进来，还会希望更多的青年农民给他协助，包括他碰到的相关的问题。我想这个我们都要共同来努力。谢谢署长。好，你先来谈一下，其实后上条聊到的讲重点，记得用个讲的你怎个继续来讨论？
年轻人进来，他不一定要去当农业劳工嘛，他可能进来就是要想当老板而已。那我们是在培养他年轻人怎么来管理未来台湾的一个农业。政府的角色必须有一个。慢慢培养一群对农业有兴趣的人，不管是从实质上的，你可能让年轻人来到农村，他有一个每个月固定的一点补贴，或者是更直接的是有课程的协助，他必须绵绵密密的更多的方式让年轻人可以待在农村，他不是这么简单说，年轻人不喜欢农村生活，吃不了苦而已。这个农业是头先要做当然是困难，有困难咱政府若有量力来讲，你要小可栽培者。栽培到有一段过，伊若认识讲，这做田伊有兴趣，人较专业就去做田。你若外路来甲你学功夫学顿去了。年轻人有一些年轻人的思维想法都不一样，所以给他们去行销。台湾是要发展资本农业的扩张吗？还是台湾确实应该做家庭农场？今年2014年，联合国宣告是家庭农业年，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农产品在地方生产可以多样化的生产，不用长途的运输，不用打钴60，不用放防腐剂，才可以让消费者有健康的选择。讲到俩呛烟转到故乡，会返乡却步了哈。所以看到今日跳下台大工的意见哈，主要还是欠缺从农的直接津贴，还有一些辅导课程。那辅导课程辅导处说有，但是这些辅导课程是不是每个年轻的务农人民都可以受惠呢？哈，那还有看到多推用那种幼产小农，真的从精致农业开始，从家庭农业从小农开始做起啊。那个政策应该着重在青年从农，政策要重工商轻农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可能要过去哦。那就系你讨论到，俩呛少烟呛烟后上烟吼，准类咧加俩个研究落法个问题咧改变农村个困境吼，可能系而家政策方面还会多个加强，多个交通啦普通。你先协管下，杨皮狗准咧继续咧谈上改类边个意见。大家个阵都出面台会个讨论现场，你从盘中讲到哦，其实写达后上挑准咧种下降种哦，可能系改革了个农村客观个困境，下冲然个想法下完整个配套个措施为了做的哦。不过了到后上挑写到农村过后，记得做个系管理个工作，还系讲真正做的系降种了顺挑所有个各种的农杂物，系安样么？看看那个需要个那个农村客观个问题，系唔系就真正改革？处长，我先请教一下，我们把年轻的农民真的释出了各种的诱因，把他吸引回来以后，他就补足了在田间搬运啊，或者是各种加工，或者是各种种作的这些劳务呢？还是他们其实回来一样，年轻的农民也一样找不到工人来帮忙？这是你们的一个问题吗？对，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希望年轻人返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事实上，年轻人不愿意返乡，大概就是觉得农业的工作，他的收入啊，他的待遇啊，他的各方面的条件不好。所以，我们如果青年农民返乡以后，还是做那些劳力的工作，事实上他没有办法留在农村，也没有办法解决台湾农业的问题。那我们希望台湾的农业往前走，有愿景、有价值，提高它整个的产业的效益的时候，我们考虑到的就是，它产业不是只有劳力的工作，不是只有生产。它包括行销，包括各方面，包括加工各方面，所以我们希望青年农民返乡的时候，他做的是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工作，而不是劳力的工作。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这几年来，青年农民回到家乡以后，他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基层的劳动力还是缺乏的。那我们希望说是这些青年农民他的产业价值之后，他有愿景，然后他有收入、有社会地位、有尊严，他才能够留在农村。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农业往前走最主要的动力。是，那教授您怎么看呢？到底如果说现在开放这个人力的进口，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大家人力运输都是运过来运过去的哦。那到底我们怎么样做才不会是从外地引进来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而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工人。我想农委会主打的一个青年返乡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这些青年回来碰到又是缺工的问题，我们怎么帮他解决？这是一个事实上一个存在的问题哈。所以刚刚我也提到是国内的闲置人口啊，怎么去训练平台？另外的是进来的是有哪些专责单位来做一个职前的训练
哈，然后来做一个派遣的工作哈，因为季节性每个作物都不同，啊，包括畜牧也不同，好，那哪个单位来调派哈，那这些怎么训练到我们需要我们农民啊，尤其是管理阶层所要的这样的一个人力哈，所以非常一个重要的哈，引进这样个农业的一个劳工的问题，我想要2条轨道并行，一个是要兼顾到我们乡村社会的一个小农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家庭农业的问题，另外是一个农企业的发展哈，因为农企业的发展牵涉到现代化、进步化一个行销哈，还有最重要是能降低一个成本哦，我想这2个轨道应该都并行，并不是说引进外劳。就是像外面讲的这扶植农企业、扶植资本家，但是它是一个灭农计划哈。我想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以偏概全的来解释，应该是双轨都要来并行哈。那本地的闲置的人口跟这个外劳怎么训练，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罗理事长，灭农不灭农，现在外界声音看法很悬殊啦，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意见要表达。你的看法呢？针对这个问题哈，我有邀农民哈，我们有举行一个座谈会哈，我们有谈到这个问题哈。他们现在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哈，那我们本身已经有看护劳工的，有那个工厂的劳工的，对，那你只是农委会把它扩编就好了嘛。扩编的话，你再利用就好了嘛，你干嘛要再去弄这个？再开个管道，再整个人引进来。那你是为了那个农业企业转型的公司去做这个开这个窗？好，让这个劳工再进来，还是说因为说你就是因为某个单位某个那个企业，然后去弄这个，不是根本就对小农没有帮助，跟那个人口那个什么人力短缺是画上不等号的啦。我们讲到委劳警称哈，外劳政策有时候是一种应该是讲说一种。交换筹码用来留住大企业哈，因为引进这种低成本、廉价的劳工来扶持大企业，所以这也就是外界会担心。其实上，台湾多半数还是小农的这样的一个经营形态。可是我们引进外劳的这个部分，如果配套不是太详细，而且没有很充分的取得这个一般农民的共识之前，我想这个疑虑的声音应该是不会停啊，处长。是，我想一个政策的研拟都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所以农委会在针对国内劳动力是不是要引进跨国劳动力。做很审慎的评估，当然有几个原则我还是要强调一遍。第一个，不引进中国的劳工，那因为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引进中国大陆的劳工，必须经过立法院审议。我想这个部分一定要经过法的部分的修正才有可能。以目前来讲是不会的。第二个部分，我们引进外国的劳工，必须要不影响本国人的就业权利。所以刚刚所讲的，农村有很多不是用口说就可以不影响到，有时候实际上发生它是非常细微的，我们只能甚至是无法预防得到的。是，所以这些疑虑其实我们事先都要去想到的，所以我们在做政策研拟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那刚刚所讲的，大家也是说你是不是针对企业农而没有注意到小农？那我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哈，台湾的经营规模都比较小，有时候我们觉得它好像经营规模大一点，事实上在其他国家都是小农。我曾经问过一个学者，他告诉我说，德国他的家庭农场就是12公顷，就是20公顷。那事实上，这个以台湾来讲，我们可能就认为它是企业农。其实我们这个思考也要去整个去想台湾农业的特性。是。那当然，我们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后面的整个管理配套措施是相当重要的。我想农委会一定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哈。诚如处长所讲的啦哈，缺工是现实，缺工也是一个事实。不过这个事实呢，问题怎么解决，方法可能有很多。你也对谈好冇？谈一半嘅农民，一半你系杀回台中，除了个开放农业委咯，你对推翻对天秀农事哈，佢度个引诱也系讲期待，系嘛嘅对谈一下。他们会选择老板，还会选择如果茶园长得好，采的量能多，他就很喜欢去采。如果说长得比较茶园长得不是很理想的话，他们还会罢工。管理的部分可能我们要深思到说，他进来到底我们要给他做的一个工资，包括一个人的一个住的管理，还是一些保险啊什么那个管理，可能要有一些配套设施出来。临时做工的惨啦吼。因为永远欠人的事，还佫欠临时工来，做到点钟送去道歉，那案子就发吐，那么那经济改歪了，那做生意难道就发吐啊？所以我们有一些技术也是不需要说外劳或是人工过来学习，然后从过去他们国家再复制，那会导致我们国家整个技术外移。技术其实很早就已经
外流的。所以这个区块，我觉得说不要再去控制这个种苗，我们把好的种苗到国外去种，把好的品质的茶叶，到经过台湾的加工，再去行销到全世界。我想这个区块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利润的。开放啊，针对于，比如讲像农场啊，就有嘛，伊讲有10公頃以上啊，一个产妇不过只有1-2甲体验嘛，迄免讲，政府可以开放讲，譬如讲以一个产销班啦，也系一个农非为主体来。开放的时候，外劳来支援来的也客观那个问题。各位，你们知道德国它的粮食自给率到93%，其中有6成8都是小农在种植的吗？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为了消费者的健康，你是为了你多样化的这个供应的话，难道是要为了少数几个资本家在赚钱，而要扩展你的农业规模，然后去雇佣劳工吗？哎，我谈好了，其实伊当然你下面系心动销吼，还有小动问题。整理一下你看到，其实讲个还系技术干卫衣啦，包括育苗啦，甚至是花卉的一些像关键技术，很怕外移。他讲管理嘅配套措施，管理，你配套措施多大度哪位？他讲呢为压低劳动者的薪水，你还大家讲诶，他就希望利用这个自主权就很难自己掌控了哈。他就政府要做好职前教育。你还可能系咪仅仅为大家企业对作价，反而牺牲那个系小农，佢哋冇得到好处。香港呢，农委会系咪可能自家做公挑来统筹调配运用人力啦？哈，处长，我请教一下，你刚刚说，其实从1995年开始就有这方面想说引进农业外劳进来，不过这么多年延续下来，到现在我们来讲，听到农委会这边表示对引进农业外劳还是很模糊的一个政策，到底它的细则、它的内容有没有规范？到底要引进多少人？是不是限业、限量、分阶段？都没有讲得特别清楚，而明年1月或者是2月、3月就要实施了耶，大家都没有听到什么内容。好，那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再说明一下哈，要特别说明的就是说，大家的疑虑其实我们都听进去了。那所以我们现在假如引进跨国劳动力，它的工作性质一定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些体力性的工作，国人不愿意去做，所以我们经常讲的补充性原则。这个补充性的原则就是国人不愿意去做，我们引进外劳来做。第二个，我们引进来的时候，就是对产业有帮助。大家要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的产业在国内因为请不到工人，必须外移的时候，反而会造成我们本地劳工的失业。这个也是农委会在思考的。第三个，大家一直都觉得说跨国劳动力是不是低成本？我要跟大家讲，这个观念不正确。事实上，从整个目前引进外劳它的成本的评估，并不见得比本劳便宜。那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用试办的方式。所以会限制行业，限制人数，甚至会再有一些行业我们还限制地点。那以整个农业来讲，是什么产业会先开放？目前来讲，我们在整个评估的话，外界给我们的声音的，包括一些食用菇菌类啦，包括花卉啦，这些相关的产业。那我想大家从新闻媒体看到的里面，像季节性的缺工，像茶叶啦，像果树啦，一些行业基本上它都有这种季节性的缺工的问题。所以目前的规划大概2个方向，一个是周年性的缺工，我们希望就是限制量，然后在某些行业里面要有需要的一定的劳工数以上，它才能够引进少数的是看它种植面积决定吗？还是？对，会看它种植面积决定。那因为会像刚刚农民讲的，要10公顷以上啊。外劳的引进，事实上你要搭配本劳的就业，所以你必须要有多少的本劳以上，你才有外劳嘛。这个原则要确立，这个是针对周年性的缺工。另外，针对这种小农季节性的缺工，我们考量到的就是刚刚所讲的一个 NGO 的团体来做外展的服务。就是这个雇主可能是农会，这个雇主可能是合作社，然后他请了一些本劳，本国的劳工，然后搭配外籍的劳工，然后当农民需要的时候，他采收可能3天2天，他就派去帮他做采收的工作。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像我们去苗栗客家庄，他们采红枣、采杭菊，像这些都是需要去采摘。那以这个区块来讲，你们是就是请苗栗农会来当一个雇主公投这样的方式去调配吗？农会或者是合作社厂，他愿意来做，甚至法人他们愿意来做的话，他做这样的调度，那解决在地的问题，因为这个不可能跨距离的移动。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就近，那解决这个农民。那农民这些小农，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农忙时间很短，那有人帮他解决，事实上他也不用长时间去做一些。那他们不用养工人吧？对。所以工人这边吃住是由管理单位去
负责。外界的疑虑大概就是说，这个管理的工作怎么样来做啊？那这个会不会造成不容易管理啊？或者是说我根本不需要工人，那我请了以后，我除了农业的工作以外，我要叫他做其他的。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外展的单位来做这样的服务，你农忙的时候你才需要，那他帮你就是做农业的工作。那这种时数跟管理，我们外展的雇主单位来做，比如说是农会啊，或者是合作社长他们来做。那这样子其实是符合我们目前产业的现况，也解决外界的一些疑虑。我们先请罗理事长来回应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地方可以比较安心呢？还是其实你们一样很不安心？还是不安心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是觉得说哈，如果说你说不是技术方面的话，那就是惯性了。那惯性的话，现在大部分都是用机器去代替的。好，所以说这方面没有那个，应该是不用到外劳的部分。然后精致农业的部分的话，因为都是年轻人的创意，然后去技术提升哈，那个农业的那个技术的能量度哈，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方面跟那个外劳是不配的。而且以目前来讲的话，派遣工的话哈，我们现在目前的那个农忙期的能力调度哈，农民大部分都是依赖哈我们在地的工头哈。或者是那个外配团队，好，现在外配团队的话，就是在我们的那个人力供给的话是1/3了，蛮多的。对，所以说哈，应该如果说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去求救。每个乡镇镇公所不是有一个那个就业辅导作站吗？从那边派出来就好，为什么要去弄那个外劳呢？所以理事长觉得其实自己人力调配还是有的。对啊，还是有大门反而很难管理。对，而且哈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哈，就是说你外劳进来的话，你要安排住跟那个什么这方面，还会产生一个社会的问题哈。那如果说你把这个年轻人的那个回乡那个意愿，好，你把它塑造出来，让他们愿意回来的话，第一个的话，我们他们还可以享受那个天伦之乐，减少独居老人的那个存在啊，社会问题也会减少。那为什么那个农委会不要从这边去走手呢？教授，我也要请问一下，刚刚你也在提到政策要做不是不可以，但这个配套非常重要。那像我们这个配套已经规定的够细致了吗？够完整了吗？有因应到点上吗？还是你有你的建议？那如果假设要引进的话，我想一个之前一个训练跟事后的追踪评估就很重要。事后追踪评估，一个追踪评估哈。刚刚处长也讲的是一个 NGO 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农会啊，或是农训协会啊这些。但是呢，农会我们又有一些良莠不齐的哈，有一些派系或什么农会，不是说每个农会都可以担当这样的，忙得不得了了吧？甚至会去徇私这样一个东西哈。所以这些问题可能是要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机制跟一个考评的机制。什么样的 NGO 才能承接这样的一个业务？你说像可以透过认证制度这样吗？对，因为农委会应该有一个考评对农会的考评的这个制度哈。那这边处长，我先请教一下啦。刚刚教授提到说，好，如果这真实要解决现在的一个现况，我们可以落实回来谈引进外籍劳工的它的一个必要性，然后但要辅导他走向正确性了哈。主委曾经讲过说，在明年年初1月的时候就要实施，那就是下个月就要进行了吗？是，我们在整个做完整的妥善评估，包括刚刚各位所讲的外界的意见，我们都会仔细去听。然后我们整个研拟好了，我们大概就是因为送到劳动部去做相关的审议。那因为国内劳动力哈，就是劳工政策大概就是劳动部主管的。那至于说是不是跨国劳动力的引进，我们也希望劳动部能够了解产业的现况。那我们已经向跨国劳动力来提案，请委员去了解整个产业的现况。我们希望真正来解决产业缺工的问题。所以其实是不是说下来还有一个讨论时间，至少是跨部会之间的协议还没有很明定几月份要出来，或者是几月份就开始哪一个业别可以开始引进？这个我们跟那个劳动部之间的沟通，其实随时都在进行。那这种产业的现况，我们也随时在听。那这些整个整理了好了以后，我们也请劳动部针对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委员，针对我们国内产业缺工的情形，再给我们指导之后，我们大概就会送到劳动部。那我想，我们希望整个的作业哈，要切合产业的需要。那这种缺工的现实，我们希望这个作业程序越快越好。这样啊，越快越好。老师，你是这么看吗？越快越好，明年就应该1月、2月就赶快开放。我想它是在示范阶段。所以我刚刚也强调，追踪评估很重要，适当时机还是要调整，那管理有没有漏洞这个都要去追踪哈。我想解决现在迫在眉睫的这个问题是缺工的问题，你如果再拖延的话，刚刚处长也讲了哈，造成一个产业外移，这个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哈，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强调一个低碳食材。有机农业这些都需要这些我们在地的一个农业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是，理事长，如果是真的在明年年初呢？
我会觉得说哈，对精致农业的部分的小农部分不公平啦，哈，因为如果说以农委会的那个政策哈，我觉得他那农业政策方面的话，应该是说哈，他们是站在那个辅导的角色哈，然后应该是协助农民哈去发展精致农业。好，然后奖励农地耕作，好，然后提升竞争能力，然后创立品牌，还有那个农业技术跟创新的思维去提升，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啦。那你这方面你都没有做，你就直接说我要引进外劳，那外劳进来的话，就变成说。我们精致农业的价格高，然后惯型的话，就因为那外劳的介入，所以它产量多，那这个价格又低，那会变成有一个冲突性。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说农委会你要做的话，是不是说那个配套措施你要怎么去让我们这些小农安心？好，让我们社会的那个农的部分，他们不会觉得说啊，我少年郎等于做产不好啊，因为外劳已经进来了。那个概念就不对了，因为我是干嘛讲农委会这边是不是要干那个？我觉得理事长有一些论点是矛盾的啦，哈。但是因为我们大概就不要再直接讲出来。我们做精致农业、做品牌、做行销，扶持年轻人回到农业，这个一直都在做啊，一直都在做。那大家也都不否认，这些做了以后，它还是有缺工的问题。那刚刚我一直强调，农委会在考量到缺工这个部分，考量到了如果是国外的劳动力进来的话，就是针对补充性的原则。国人不愿意去做这些工作，把它补齐。事实上，对产业的发展是有帮助的，而不是说外劳进来，然后我们这些产业就会萎缩，而不是说外劳进来，我们的人就不愿意去做，还是要的啊。因为产业不是只有一个工作，种一个农产品，种一个农作物，从种到产品，它不是只有一个工作而已。外劳做的只是那个劳务性的工作，事实上，你那个行销啦、管理各方面的，还是要本国的年轻人来做啊。还是要本国的农民来做，这个，我想这个要先理清楚哈，我们在讨论问题才能聚焦。应该是这样子哈，我们讲到引进这个外籍劳工哈，我们从社福的劳工就是一些看顾工，然后工程劳工做工程做产业的，那再一种就是农业农渔牧嘛哈。那我们看到说这个除了鱼之外有先开放，其他农牧都已经 hold 很久了。那事实上经过那么包括社福劳工也好，工程劳工哈，他们在建制之前都是经过一段很长的酝酿期、准备期跟筹划期，制度才会慢慢成熟。不过我们一路看到，相对比较来讲，我们农这一块的这个农业外劳的制度上，其实资讯真的并没有很明确啦。所以，其实，在细则部分，很多东西还是听得不清不楚，到底有没有跟地方的这个民间真正的声音做倾听交流，可能。我想这是大家可以应该罗理事长一直摇头，就你们的声音可能其实并没有传上去，然后是不是真的地方上的需求是要做一个讨论的啦哈？那我们最后也是请处长再做回应。好，谢谢哈。针对台湾劳动力的缺乏这个问题，外界也有很多建议，也有很多期盼。那是不是开放外国劳工进来这个部分，外界也有很多思考。我想农委会会整体去思考。那我们也希望说，农委会这些整个政策的原理呢，能够兼顾到整个产业的发展，还有产业的实际状况。这部分我们一定会来做。可能不能冒进啊。我们都对。那包括整个政策，包括产业的发展，包括我刚刚所讲的针对劳动力这个3个步骤。我们都是一直要去做。那外劳的引进绝对不要影响到本国，尤其我们在农村这些中高年或者是地域性这些劳工的工作权利，这个农委会一定会去思考的。好，希望这是真的做得到。林教授，我想刚刚张处长也讲到哈，农委会做这么好啊，但是就缺少一些宣传。还有一个说服的一个沟通的一个传播哈，这些应该我们宣传越多，让大家知道产生认同哈，那肯定农业的一个价值哈。我想刚刚罗理事长也讲到，云林的一个青年返乡这么好，那我们都不知道。啊，那这个是不是从这样一个宣传、一个行销、一个推广，让我们产生认同，甚至我们可以一些青年可以到云林来观摩哈，那产生这样一个认同哈，我想这个后续的工作也是蛮重要的哈，这个 identity 确实是很重要。好，谢谢。时间交给理事长。我觉得说哈，既然要开放外劳，而且外劳的那个薪资比台劳这边高啦哈，那为什么不要把这些钱去补助年轻人呢？转移回来用在自己人身上，对呀，用在自己身上就好，因为我们要落实人、土地、作物的和谐嘛，农业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那农委会这边是不是要从长计议，好，不要那么冲，至少要给民间一个缓冲，还有说他们的理念是什么，我们要沟通一个建制一个安全的机构，让人家安心的机构，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农委会这边的话，应该是说哈，整体性哈，还有综合性、长期性，好，这3方面的来规划哈，对农民会比较好，不是说我就是说我们觉得要开放就开放，这样不对。
这样对我们农民是一个很损失、很损伤的。好，非常感谢各位三位来宾吼，从某可用嘅角度，还有一切嘅方向，来到安尼来参与讨论啊吼，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祝福大家平安快乐，安尼下个礼拜再会。开会了！各位好，我是王小琪，欢迎大家收看今日嘅村民大会。因个农民真正动力会哦，种马界黑马界，不过你下农村动欠人，种也冇人，收也冇人咯。所以啦，台湾农村结讲早就唔系新闻的，新闻系你下农委会会提出讲，为引进了个为10多公里停收农舍，还个追加可能才明年嘅年挑就会实施了哦。你系合办法吗？有规范吗？还个佢到底会带来好处也系坏处？今日村民大会特别邀请到公部门，还有负责专家，还有呢个农业代表嘅强下的关系嘛。杨批为大家绍介今日咧参加嘅特别来宾，第一位绍介系农委会普托处的处长钟吉信张处长，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处长，第二位来宾绍介系推台教授林志胜，林教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教授，第三位来宾系农业代表，绍介系云林柳农联盟嘅理事长罗子仙，罗小姐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欢迎三位来宾呢，因强烈关心你下台湾农村结讲结到安样嘅大问题哦。其实广东用一讲，你下台湾嘅农民平均嘅年纪系62岁，大体都做阿公咧哦。用办讲学上挑每对接。大体看到有两条问题哦，第一个就系你个农产品嘅价值其实冇几好，冇乜嘅利润，所以冇人会做。还看到劳动力不足啦，还有能力啊，还是讲你下匮乏嘅问题，耕田面积减少减少咪系减少咪系这问题，还有动多啦公亏水源啦、农业成本啊，还有那个进出口咪系动态嘅关系。不过基本呢会讨论嘅主题就系看到第二点哦，劳动人力不足哦，看到那就系冇学上挑累接，所以的接班梯队系到哪位去咧？所以啦，农村经历经调研，就系安尼基本嘅讨论，到大家客观嘅用来解决咯。到正式讨论之前，安尼先来看一台新闻报道。天南爬山虎一路上，听我看过去，摘采四下子嘅太体，农已经60岁上下。做到怪欢喜咧，做欢喜嘅了。只惊你会当背哦？会咯。这10斤。我就要帮佢80咧。古一来看，台湾無論哪一種嘅農業勞動人力，大體農係老嘅很愛做，唔過後生頭已經唔會接嘅。不要太累了，因為我阿媽就有做過了，回來都是滿頭大汗啦。農業勞動人口老化，三無接班人面對長期農業欠工嘅問題，今年4月初，農委會嘅主委陳寶基喺立法院提出想要引進農業外勞嘅想法。現在都還在這個評估當中，但是我是覺得應該要試行啊，開始走了。我們希望在明年年初就開始。實際來到南投縣鹿谷鄉嘅茶園，睇鄉里嘅茶期，鄉要愛面對前無人摘茶嘅問題，不過農企業行過細茶農嘅意見，實係前無相同。沒有缺工的這個問題的話，我還可以再去承租其他，總比方會在那邊比較好吧。外籍勞工引進的話，某個層面上，它會帶動我們農村的一些經濟的層面會更往上提升。這咪無人要做，這就是你運輸的方面大問題。
你火车再讲合法，就无这个问题。迄讲无一摘就无一摘，啊，讲像迄小弟就讲无话咧，跳价了对啦吼。对外劳动反感呢，哎啦，按讲按台湾人按一家摘，春茶较欠啦。不过对还没有开放农业外劳，罗通菩萨讲，要做个谨慎的评估。针对农业的发展，还有缺工的性质，还有缺工的影响，还有就业当地农村的影响等等层面，能够提出更完整的评估之后，在这个委员会讨论，如果取得社会共识之下，才会有考虑。不过，嘛有民间团体认为，台湾的农业唔係无人做，係薪资结构出了问题。台湾为什么现在薪水会倒退到16年前？那是因为资本家任何赚钱都不愿意回馈给他的员工。如果他的员工是台湾籍的，他也没有加薪，最好是能够换成外籍的。所以，难道你要让台湾现在的资本农业为所不用其极的去压低劳动的薪水吗？也下劳动部韩國農委會建立合作的平台，政策天挑提官員優先外勞補充。勞動部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的委員，為實際的下鄉去了解農業欠工的問題，同民間團體溝通，得到社會的共識以後，再個決定係咪開放農業外勞。杨天宇快跳，介世界该杂差个破小秘密哦。不过咧，台湾农业欠人安用个问题可能会小唔出来哦。你现在看一份数据，大家会更加清楚了解哦。你就从202年安用来做比例来看到，25岁到44岁了解主力个农家吼，系单场占比41%。个最处理的部分最关键个，还系44岁到64岁之间占的65%哦，有635安个。个看到65岁以上。你讲係老農民啊，大體有23%。你看到15歲到24歲，按樣嘅期間係2%，完全冇人哦。看到咧最重要嘅係到64歲咧個年紀大體，平均年紀農民啊係62歲，都算係阿公咧嗬。啊，你變算係阿公太太，真係冇人來接，係講時間放鬆來看。20年過後，你個青色就會變到馬家輕。看到過聽20年，你個情況會變到很嚴重。文天该县委常委那个张处长，我想现在台湾农村这种缺工的问题很普遍，不管在北中南东都看得到，各个产业面向也都有。这应该不是短期造成，应该是长期以来受到忽视，或者是没有这个政策没有达到点上所造成的一个现在的结果。现在这种缺工是相当急迫嘛？我们农委会这边现在提出的就是只有引进外劳来解决缺工这个问题嘛？从刚刚的数据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农业的人口，尤其是主力农家，他从事劳动力的人口年龄越来越高。那这个趋势事实上跟全世界都是一样，全世界都有这样的趋势。那农委会长期以来都在注意劳动力的问题。那我们针对国内农业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事实上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做了一些产业结构的调整，包括机械化、自动化这一部分。长时间以来都一直在投入。另外一个，我们也发现说，如果劳动力的缺乏能够从国内我们的劳动力来补充，这也是很好。所以近几年来，农委会针对青年从农的部分，针对做农业聘雇、农业联合征才，然后甚至见习农场相关的工作，我们都长时间在做。不过人力好像没有补上来。对，经过这些努力以后，我们还是发现。有一些农业的工作，确实这个人力没有补上来。那这些工作通常就是一些补充性的工作，就是国内的劳工不愿意去做。那有大概属于2类，一个就是长时间，周年它都会缺工；另外还有一些是季节性的缺工，比如说采茶、采果，这个很短时间需要大量的人力，那这个部分都会发生缺工的问题。那确实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是，那我们农委会有调查过国内目前现有可利用的人力，再来进行调配，也就是说，是人力补足了。然后还缺工，还是人力其实还没有补足，缺工，然后所以要引进外来。你们有调查过这个基本面吗？是，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要去思考农业它的劳动条件哈，它的劳动条件，因为农业的工作比较辛苦，那可能长时间要在室外，那可能它的工作的时间要比较长，那工作的时间也不固定。比如说采收的时候，比如说有些畜牧业，它可能一大早就要起床，那农忙的时候真的是。不能看天后才工作，他随时都要工作。那这种状况之下，很多人不愿意投入农业的工作。所以经过我们包括刚刚所讲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自动化的协助，还有包括国内的聘雇这些努力都过了以后，我们还发现
确实还是有劳动力缺乏的问题。是这样子哈，谢谢处长。那我先请教一下罗小姐、罗理事长哦。那照处长这样说法，其实做了各种前置的努力了，但是台湾的人力还是叫不回来。那只要我们透过比较低成本的方式，用外面引进劳工来从事农事了哈。就你在地的观察，云林也算是农业大县，然后农业首都。那目前现在在基本面上，就是第一线农民大概缺工的情形是怎么样？然后呢，您的观察是国内目前可运用的人力已经充分运用完了，所以我们才需要引进外劳，还是你觉得其实有空间可以再加强的？我觉得说我们国家农业是最根本的啦哈。那其实我们现在人力的话，因为如果说农作物的话，它是生产级的话，它只有采果部分比较重视那个人力而已啦。那其余的话都是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在地人都会知道说派遣工怎么去哪里找。所以这方面的话，应该是比较人力短缺的部分比较没有那个需要。然后你外劳引进的话，只能从事惯性的那个作业，跟我们那个精致农业提升农业技术根本是没办法，是没有划等号的哈。所以说造成本地那个劳工那个要打工的问题哈，还有他们生计问题哈，甚至说那个要想回来那个年轻人他们说。我们那个工作已经缺少了，已经没有那个机会了，他怎么回来呢？所以我觉得说这方面的话，是不是农委会这边的话，应该那个配套措施还有说弄一个那个亲人能安心的，然后从农的方案那我们实际说我们要做农的话，我们回来的话能有照顾那个老年人比较不会产生那个社会的问题。是，所以从你们观察，这个缺工问题不只是说缺人补人这么表面简单的问题后面可能还有一大堆需要比较审慎的去做配套跟构思的。那林教授你好哦，也请问一下，其实我们讲到引进这个外劳，有社福外劳，也有工程外劳啦哈。那针对农业这一块，目前引进的外劳也只有渔、农跟牧都还没有。那渔很早就引进有外劳，有做渔工啊、船员或大副、二副。为什么农跟牧没有引进外劳？是不是原本质上他考量到，就是说这是国之根本，关系到国家粮食生产安全跟农业永续的关系，所以要开放绝对轻易不得，要有非常缜密、非常慎密的去思考，有构思，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呢。我想这样的一个制度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本地的。怎么去引进？这个应该一个媒合的一个平台要很重要啊，媒合的平台。过去大概我们农委会也辅导一些代耕中心，那这个怎么去扩大？怎么多元化的一些经营？内部的人力要强化一下。对，好，这是本地的一个这个问题啊。那至于是外劳引进，你怎么去把关？怎么去媒合，怎么去管理这个配套哈？我想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其实有一些其他国家，我们也可以考虑看看哈，尽量把负面的消弭到最少。老师，我们台湾的农业形态还是小农居多吧？是，如果既然是小农，像刚刚我们理事长就提到，都是个体户、家庭户哦，他们自己要管这些农事就已经忙不完了，如果还要再担负劳工的管理问题，而且文化隔阂、语言的隔阂，他重新模拟，他一样也是虽然从外地引进，也是素人啊，很多东西要重新教起。对这种我们现有存在台湾农业耕作的这种小家庭的形态，引进外劳，可能好像还有一段落差哦，反而没有补他的力，反而造成他的麻烦，会不会？当然是会但是我觉得这个责任是政府，包括农委会他怎么去再做他们的职前的训练跟一个管理哈。所以我想，如果是引进外劳，我是比较不赞成是直接由农家来引进哈。我想一个合适的一个单位哈，比如说农民团体啦或是我们台湾也有农畜协会啦哈。那跟农委会他跟农民团体站在什么样的关系来做一个管理，来一个派遣？我想这样一个统一的话，就减低这个农民自己去管理这个外劳一个负面的一些因果关系。所以重点就是在雇主是谁，那么这个管理单位是谁？对。那处长请教一下，我们有构思过那雇主要放在谁身上吗？当然，引进也有一些原则了哈，引进也有一些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能影响到我们国内现在这些劳工的就业权利，这个是农委会第一个要思考。第一个要把持住的。那第二个就是说，会不会说因为引进外劳造成我们的品种技术外流？那这个也是要考虑的。那第三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这个管理的问题，事实上要有一个完善的配套措施。所以我们在看整个产业的时候，我刚刚有提过哈。我们农业劳动力的缺乏，有一些它是周年性的缺工，就是一整年它都缺工；有一些就是季节性，它突然之间要采收，突然之间那个农忙的时候，它找不到人。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话，在不得已要引进，
外国劳工的时候，我们大概会去思考这2个层面。是啊，处长，其实你说到，其实需要4个字：从长计议。可是你们明年年初就要举办了，有从长计议吗？是。事实上，台湾农业缺工这个问题，农委会在1995年就已经有做相关的研议，在2005年也有做相关的研议。那这几年来整个的状况，社会共识有了吗？愈发的严重，所以农委会也做相关的研议。那这一部分大概我们要提出来的就是说，刚刚所讲的，大家外界的疑虑，我们都有去做相关的研议。我们也在引进的时候也要做这些思考。我还是要强调我们要解决台湾农业缺工的问题，要从3个步骤来做。第一个就是产业的结构调整、自动化；第二个就是国内劳动力的增长，那最后才是审慎引进外国的劳动力。那外国的劳动力这些，当然包括刚刚所讲的几个疑虑，我们都需要去思考。那这部分事实上农委会做了相关多的研议所以引进的时候我们会去思考所有的问题。是，其实在提议上个各种朋友，佢都对那个农委会的引进那个为是老讲咧提出农事，佢都有很用的可能咯。咱供应因难是，个日本则热要摕多势，个减危险嘛。所有农民上想咪希望讲政府做咧开放咧，我攞来停做。一方面讲人力做咧还有拿掉，一方面支出唔算多。其实现在很难调度的，包括我们有在中南部调度，其实很难调到工人。工厂以外，亦使人咧，假使讲有嘅时间守法，一个安全用我哋处理，保险用我哋处理，将迄员工产期都用台湾，所以我希望一个积极性的一个农业嘅实一个缺少嘅劳工问题。哎呦，一个国家政府嘅政策来改变，天一方面产学来，让我哋来讲配合，安尼咧，台湾的农业这样有个升级。农业这个产业会缺工，其实你要放长远来看，它缺工不只是眼前这个缺乏劳动力而已，它缺的是后面农业可能后继无人。整理一下，了解农民记录所反映出了个问题提早一年看到，就你下港总应该研究中台的降拍做降势天势有没有危险？他看呢，你下已经当欠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政府做啲开放围咯。第3届呢係你像直差那个货运再工、货车再工，其实你下还蛮有合法化，也冇弹性灵活的运用还有动态嘅限制。他看到。欠改就像我们罗理事长缺的是季节性的临时工他看读农水摸汉嘅时间很难调度的，他可能黑美做的利用列下才读推湾嘅现有的外劳人力处长，我想先请教。事实上，我们常常进入到客庄在当地跟农民做论坛讨论的时候，当地农民就提出一个问题啦当然，引进外劳是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不过解决现在目前非常急迫的一个问题，燃眉之急，是不是能够在调整内部台湾的人力可以补上来之外，可不可以运用现在目前就在台湾现有的外劳人力？据现在的统计，大概有52万人次啦就都在这边。那这种不要让它变成是非法打工，有没有可能在灵活调度，可以盘点现在人力可以运用的？这是农民提出来的问题，不知道处长您怎么看？我想这个分成2个部分来向各位说明。第一个就是现有的人力，包括我们国内的劳力怎样做适当的调度。那因为农业劳动力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它大概就是地域性的限制，农业的劳动力没有办法很长距离跨乡镇甚至跨县市的移动，这个是它有实际上的困难。第二个，农业的劳动力蛮都是季节性的，短时间需要的相当多的人力。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做国内劳动力的调度也一直在做，所以我们透过在103年有48个农会在做在地人力的调度，我们是希望补足。那包括农委会做的很多的努力包括青年暑期的打工、学生的打工、学生的实习这部分，我们都是希望能够补足季节性的劳动力缺乏这个问题。那这些都努力的时候，还有缺工，才会去想象说能不能跨国劳动力。那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一部分，就是说现有已经有52万的外籍劳工，能不能利用他们来做？那事实上，外劳的引进它都有一定的规范，它有一定的工作范围。那我们如果说希望这些人来协助的话，事实上。为什么那就不？可能要从法的源头上去修法才有可能。对，在整个法令上，你必须要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才适合做这样。因为政府在做这相关法令的时候，必须要遵守法令。是，林老师，这很难做吗？如果说一个像就业辅导站那样有资讯训练，然后人力调度跟现在缺工需求的安排，这种资讯化的透明。感觉上，事实上，在过去，包括重建委员会相关的这些，在面临一些失业的处理配套的方式上，都有做过啊。放在农业上。为什么不可行？我想农业有它的特质它也比较辛苦那时间也比较不一定，因为季节性那这样的一个媒合的一个单位就要
也是要做一些职前的一个训练的。我想这方面，我想过去一直成效不彰，也有它的因素哈。那主要还是因为台湾也是很小嘛哈，那都市化以后，你要做的服务业是很多。像以我过去的年代，只要寒暑假，哇，那个到梨山大家都很乐意去哈。打工的人很多。对，那现在学期中。大家都有7可以去打工，到处都可以打工哈，所以这样的一个以现在农村的一个工资是很难去吸引的哈。即使现在我们在外面有失业人口，我看礼拜天都有人能举牌在做中介房屋那个广告的，他们也不愿意下去，他宁可来赚这个填饱肚子就好，就不愿意出去哈。所以这些就是要感觉说他们会喜欢上农业，会爱上农业，要把这个农业是选学这种氛围把它建立起来。是，所以一些伞兵游泳哈，一些闲置人力可能在性质上没有那么好调度。好，那我们就是从农讲农好了。那如果刚刚像处长讲到，其实我们可以吸引很多一些农业学校的学生、农事单位的一些正在培养的储备的年轻人加入，那大家都是同一个源流，都有兴趣想做。可是问题是我们长期以来国内政府对农业的一种某种程度讲，在工商发展情况下是相对忽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农事学校都不是停办就是关校啦。现在还有这样的年轻学生可以加入，我们是不是应该再鼓动把这些人找回来呢？这些就是当初教改的时候，把一些技职体系，包括农专以前最有名的是嘉义农专、屏东农专，都改成大学的，大家都是拿学位，拿到博士、学士、硕士一大堆，甚至现在剩下仅剩几所的高农。也都是普通科综合高中了哈，这些人才流失哈，所以我有一个想法说，是不是教育部要赶快去建立这样一个农业技职的一个体系哈，不一定读到有学位就是专科，甚至高农的哈，只要一些高龄化一些我们农家子弟来读高农，来读农业的一个职业学校，你就学杂会免费来培养这些第二代的一个传承农业传承这些人口哈。那比如说每个大学可以做一些跟农业有关的一个社团哈，像现在世建会还有在扩大哈，这些寒暑假都可以去让他们了解，即使去农业接触大自然哈，然后去生产这些有机的，营造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农业环境，大家会喜欢这样农业的一个选学会慢慢上来哈，这样比较容易从。长远记忆应该从培养这些东西出来，所以面对问题治标，当然更要治后面的本啊！哈，如果我们自己国力充实哈，这方面的务农青年能够把他这个接班梯队整个带上，才是正道哈。对，那请教一下罗理事长，从云林的经验来看，哇，青年农民回乡务农，成绩表现都很好哦，因为他脑子很活哈。那你看到说，其实年轻人真的有像外界想的吗？那种怕吃苦，宁可做服务业，也不要来从事农业。那他们要来，我们要开创什么样一个友善的环境，大量的刺激他们来，然后成为我们的生力军。那我们云林县做得非常好，我们20乡镇总共现在有13个乡镇哈，那个已经青年回流了，而且我们在农民大学跟那个有机训练班哈这方面的话，有1/3是35岁以下，很年轻哦。所以我们云林县政府真的做得很棒，而且农业处非常用心哈，所以我们那个还有我们虎科大那个农民大学那个罗朝春老师哈，他非常好。对农民的那个青年的指导哈，非常很棒，他是提升那个农业技术哈，所以我是觉得说哈，那农委会这边的话，是不是说对青年这方面的话，是不是说给一个安心方案，让他们回乡有一个保障哈，然后还可以减轻那个社会那个什么独居老人的问题。理事长请教一下，其实农委会这边对这个青年回乡务农是他们的主力政策，这几年推的很多，刚刚处长也讲，你觉得还不够吗？没有震惊到，没有震惊到，因为我们觉得说哈，他们在那个农委会上面讲，对不对？好，可是他们针对的是就是农会的部分，给农会的补助，哈，还怎么样？但是对小农的部分，哈，没有帮助。为什么没有帮助呢？因为我们感受不到，而且小农非常辛苦。为什么辛苦？他们种植的东西，而中间的被剥削，他们剥削的话，他们得到的利润只能糊口而已。所以我是觉得说，那个农委会这边的话，是不是说给那个年轻人要回乡要务农的部分哈，是不是给他们一个安心方案？就直接补贴对人是这样子吗？对，就是对年轻人鼓励他们，这是最根本的那个解决那个人力短缺的问题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处长好。农委会青年农民的辅导真的是我们目前重大的政策哈，所以针对青年农民的辅导部分，分成好几个部分在做。
那当然，青年农民辅导以后，他返乡以后会碰到相关的问题，我们也都去思考到。目前大概有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专案辅导，每一年我们大概选了100位。青年农民做专案的辅导，这些青年农民给他陪伴师2年，然后给他相关的技术辅导、各方面的辅导，这部分是专案辅导的部分。那另外没有进入专案辅导的部分，我们在各县市，包括云林县，我们事实上都有一个青农联谊平台。因为青农返乡以后，他就是有技术的问题、有土地的问题、有资金的问题、有行销的问题，透过这样的联谊平台，给他辅导的方式。那刚刚罗理事长所提到的，一些直接补贴。所提到的，包括青年的部分，他大概土地的问题，透过农地银行帮他去承租到土地，或者是媒介土地让他去耕作。另外一个资金的问题，农委会也提供低利的专案贷款，目前的利率大概是1%到1.5%，有这样的利率。那在去年里面，大概就是青年农民贷款的部分就超过5000多万。所以事实上很多事情在做，很多事情在辅导。为了要解决台湾农业的问题，包括劳动力的问题，我们还会希望更多的青年农民进来，还会希望更多的青年农民给他协助，包括他碰到的相关的问题。我想这个我们都要共同来努力。谢谢处长。好，你先来谈一下，其实后上挑聊到的讲总医，记得用我讲的哦，你怎个继续来讨论？年轻人进来，他不一定要去当农业劳工嘛。他可能进来就是要想当老板而已。那我们是在培养他年轻人怎么来管理未来台湾的一个农业。政府的角色必须有一个，慢慢培养一群对农业有兴趣的人，不管是从实质上的，你可能让年轻人来到农村，他有一个每个月固定的一点补贴，或者是更直接的是有课程的协助，他必须绵绵密密的更多的方式让年轻人可以待在农村，他不是这么简单说，年轻人不喜欢农村生活，吃不了苦而已。这个农业就是头先要做农业是困难，有困难咱的政府若有量力来讲，你要小可甲栽培者，栽培到有一段过，伊若认识讲，这做田伊有兴趣，人他专业就去做田。你若外路来甲你学功夫学顿去了。年轻人有一些年轻人的思维想法都不一样。所以给他们去行销。台湾是要发展资本农业的扩张吗？还是台湾确实应该做家庭农场？今年2014年，联合国宣告是家庭农业年。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农产品在地方生产可以多样化的生产，不用长途的运输，不用打钴60，不用放防腐剂，才可以让消费者有健康的选择。讲到了呛烟，转到故乡为返乡却步了哈。所以看到尽力挑下台下讲的意见哈，主要还是欠缺从农的直接津贴，还有一些辅导课程。那辅导课程辅导处说有，但是这些辅导课程是不是每个年轻的务农人民都可以受惠呢？哈，那还有看到多推用那种幼sản小农，这是从精致农业开始，从家庭农业从小农开始做起啊。它的政策应该着重在青年从农，政策要重工商轻农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可能要过去哦。那就系你讨论到，然后呛上烟啊，呛烟后上烟吼，准备咧加了个研究落法嘅问题，咧改建农村嘅困境吼，可能系而家政策方面还会多嘅加强，多嘅交通啦普通。你先写过下，杨碧国准备继续咧谈上改内边嘅意见。高准到出面台会嘅讨论现场，你从盘中讲到哦，其实下达后上挑准对中下降重哦，可能系改革了个农村客观嘅困境，下冲然嘅想法下完整嘅配套嘅措施为咧做嘅哦。不过了到后上挑下到农村过后，记得做嘅系管理嘅工作，还系讲真正做嘅系降重了顺挑所有嘅各种的农杂物，系安样么？看看那个需要嘅那个农村客观嘅问题，系唔系就真正改革？处长，我先请教一下，我们把年轻的农民真的释出了各种的诱因，把他吸引回来以后，他就补足了在田间搬运啊，或者是各种加工，或者是各种种作的这些劳务呢？还是他们其实回来一样，年轻的农民也一样找不到工人来帮忙？这是你们的一个问题吗？对，
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希望年轻人返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事实上，年轻人不愿意返乡，大概就是觉得农业的工作，他的收入啊、他的待遇啊、他的各方面的条件不好。所以，我们如果青年农民返乡以后，还是做那些劳力的工作，事实上他没有办法留在农村，也没有办法解决台湾农业的问题。那我们希望台湾的农业往前走，有愿景、有价值，提高它整个的产业的效益的时候，我们考虑到的就是，它产业不是只有劳力的工作，不是只有生产，它包括行销，包括各方面，包括加工各方面，所以我们希望青年农民返乡的时候，他做的是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工作，而不是劳力的工作。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这几年来，青年农民回到家乡以后，他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基层的劳动力还是缺乏的。那我们希望说是这些青年农民他的产业价值之后，他有愿景，然后他有收入、有社会地位、有尊严，他才能够留在农村。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农业往前走最主要的动力。是，那教授您怎么看呢？到底如果说现在开放这个人力的进口，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大家人力运输都是运过来运过去的哦，那到底我们怎么样做才不会是从外地引进来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而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工人。我想农委会主打的一个青年返乡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这些青年回来碰到又是缺工的问题，我们怎么帮他解决？这是一个事实上一个存在的问题哈。所以刚刚我也提到是国内的闲置人口啊，怎么去训练平台？另外的是进来的是有哪些专责单位来做一个职前的训练哈，然后来做一个派遣的工作哈。因为季节性每个作物都不同啊，包括畜牧也不同啊，那哪个单位来调派哈，那这些怎么训练到我们需要我们农民啊，尤其是管理阶层所要的这样的一个人力哈，所以非常一个重要的哈。引进这样个农业的一个劳工的问题，我想要2条轨道并行，一个是要兼顾到我们乡村社会的一个小农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家庭农业的问题。另外是一个农企业的发展哈，因为农企业的发展牵涉到现代化、进步化一个行销哈，还有最重要是能降低一个成本哦。我想这2个轨道应该都并行，并不是说引进外劳。就是像外面讲的这扶植农企业、扶植资本家，但是它是一个灭农计划哈。我想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以偏概全的来解释，应该是双轨都要来并行哈。那本地的闲置的人口跟这个外劳怎么训练，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罗理事长，灭农不灭农，现在外界声音看法很悬殊啦，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意见要表达。你的看法呢？针对这个问题哈，我有邀农民哈，我们有举行一个座谈会哈，我们有谈到这个问题哈。他们现在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哈，那我们本身已经有看护劳工的，有那个工厂的劳工的，对，那你只是农委会把它扩编就好了嘛。扩编的话，你再利用就好了嘛，你干嘛要再去弄这个？再开个管道，再整个人引进来。那你是为了那个农业企业转型的公司去做这个开这个窗？好，让这个劳工再进来，还是说因为说你就是因为某个单位、某个那个企业，然后去弄这个，不是根本就对小农没有帮助，跟那个人口那个什么人力短缺是画上不等号的啦。我们讲到委劳紧称哈，外劳政策有时候是一种应该是讲说一种。交换筹码用来留住大企业哈，因为引进这种低成本、廉价的劳工来扶持大企业，所以这也就是外界会担心。其实上，台湾多半数还是小农的这样的一个经营形态。可是我们引进外劳的这个部分，如果配套不是太详细，而且没有很充分的取得这个一般农民的共识之前，我想这个疑虑的声音应该是不会停啊，处长。是，我想一个政策的研拟都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所以农委会在针对国内劳动力是不是要引进跨国劳动力，做很审慎的评估。当然有几个原则我还是要强调一遍。第一个，不引进中国的劳工，那因为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引进中国大陆的劳工，必须经过立法院审议。我想这个部分一定要经过法的部分的修正才有可能。以目前来讲是不会的。第二个部分，我们引进外国的劳工，必须要不影响本国人的就业权利。所以刚刚所讲的，农村有很多不是用口说就可以不影响到，有时候实际上发生它是非常细微的，我们只能甚至是无法预防得到的。是，所以这些疑虑其实我们事先都要去想到的，所以我们在做政策研拟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那刚刚所讲的，大家也是说你是不是针对企业农而没有注意到小农？那我这里要特别强调。
强调一下哈，台湾的经营规模都比较小，有时候我们觉得它好像经营规模大一点，事实上在其他国家都是小农。我曾经问过一个学者，他告诉我说，德国他的家庭农场就是12公顷，就是20公顷。那事实上，这个以台湾来讲，我们可能就认为它是企业农。其实我们这个思考也要去整个去想台湾农业的特性。是。那当然，我们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后面的整个管理配套措施是相当重要的。我想农委会一定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哈。诚如处长所讲的啦哈，缺工是现实，缺工也是一个事实。不过这个事实呢，问题怎么解决，方法可能有很多。你也对谈好冇？谈一半嘅农民，一半你係沙回台中，對了個開放農業會，攞你對推翻對天數農事哈，佢度嘅隱憂也係講期待，係嘛嘅？對談一下。他們會選擇老闆，還會選擇如果茶園長得好，採的量能多，他就很喜歡去採。如果說長得比較茶園長得不是很理想的話，他們還會罷工。管理的部分可能我們要深思到說，他進來到底我們要給他做的一個工資，包括一個人的一個住的管理，還是一些保險啊什麼，那個管理可能要有一些配套措施出來。臨時做工的慘啦吼。因為容易欠銀的事，一個係臨時工來，做到點鐘送去道歉，那安置就發吐，那麼喺度叫只計歪路，喺做生意難道就發吐啊？所以我們有一些技術也是不需要說外勞或是人工過來學習，然後從過去他們國家再複製，那會導致我們國家整個技術外移。技術其實很早就已經外流了，所以這個區塊我覺得說不要再去控制這個種苗，我們把好的種苗到國外去種，把好的品質的茶葉，到經過台灣的加工，再去行銷到全世界，我想這個區塊會為我們帶來更多的利潤啦。開放啊，針對於，譬如講像農場啊，就有冇？佢講有10公頃以上啊，一個山夫唔過只有一兩甲體驗嘛，喺美國嘅政府可以開放講，譬如講以一個產銷班啦，一係一個農業為主體來開放嘅時候，外勞來支援喺度也係缺工嘅問題。各位，你們知道德國它的糧食自給率到93%，其中有8%都是小農在種植的嗎？換句話說，如果你是為了消費者的健康，你是為了你多樣化的這個供應的話，難道是要為了少數幾個資本家在賺錢，而要擴展你的農業規模，然後去僱用勞工嗎？談好咧，其實伊當然你下面係先簽動銷吼，還係會小動問題。整理一下咧，看到其實講嘅還係技術嘅外移啦，包括育苗啦，甚至是花卉的一些像關鍵技術，很怕外移。佢講管理嘅配套措施，管理，你配套措施多大度哪位？佢講呢會壓低勞動者薪水，你係大家講嘅。還有學問糧食嘅自主權就很難自己掌控了哈。還有政府要做好職前教育。你喺可能係咪僅僅為大家企業對作價，反而犧牲那個係小農，佢都冇得到好處。佢可能農委會係咪可能自己做公調來統籌調配運用人力啦？哈，處長，我請教一下，你剛剛說其實從1995年開始就有這方面想說引進農業外勞進來，不過這麼多年延續下來，到現在我們來講，聽到農委會這邊表示對引進農業外勞還是很模糊的一個政策，到底它的細則、它的內容有沒有規範？到底要引進多少人？是不是限業限量分階段都沒有講得特別清楚？而明年1月或者是2月、3月就要實施了耶，大家都沒有聽到什麼內容。好，那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向大家再說明一下哈，要特別說明的就是說，大家的疑慮其實我們都聽進去了。那所以我們現在假如引進跨國勞動力，它的工作性質一定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些體力性的工作，國人不願意去做，所以我們經常講的補充性原則。這個補充性的原則就是國人不願意去做，我們引進外勞來做。第二個，我們引進來的時候，就是對產業有幫助。大家要思考一下，如果我們的產業在國內因為請不到工人，必須外移的時候，反而會造成我們本地勞工的失業。這個也是農委會在思考的。第三個，大家一直都覺得說跨國勞動力是不是低成本？我要跟大家講，這個觀念不正確。事實上，從整個目前引進外勞，它的成本的評估，並不見得比本勞便宜。那所以我們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想到的就是用試辦的方式。所以會限制行業，限制人數，甚至會再有一些行業我們還限制地點。那整個農業來講，是什麼產業會先開放？目前來講，我們在整個評估的話，外界給我們的聲音的，包括一些食用菇菌類啦，包括
花卉啦，这些相关的产业。那我想大家从新闻媒体看到的里面，像季节性的缺工，像茶叶啦，像果树啦，一些行业基本上它都有这种季节性的缺工的问题。所以目前的规划大概2个方向，一个是周年性的缺工，我们希望就是限制量，然后在某些行业里面要有需要的一定的劳工数以上，它才能够引进少数的是看它种植面积决定吗？还是？对，会看它种植面积决定。那因为会像刚刚那个农民讲的，要10公顷以上啊。外劳的引进，事实上你要搭配本劳的就业，所以你必须要有多少的本劳以上，你才有外劳嘛。这个原则要确立。这个是针对周年性的缺工。另外，针对这种小农季节性的缺工，我们考量到的就是刚刚所讲的一个 NGO 的团体来做外展的服务。就是这个雇主可能是农会，这个雇主可能是合作社，然后他请了一些本劳，本国的劳工，然后搭配外籍的劳工，然后当农民需要的时候，他采收可能3天2天，他就派去帮他做采收的工作。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像我们去苗栗客家庄，他们采红枣、采杭菊，像这些都是需要去采摘。那以这个区块来讲，你们是就是请苗栗农会来当一个雇主公投这样的方式去调配吗？农会或者是合作社厂，他愿意来做，甚至法人他们愿意来做的话，他做这样的调度，那解决在地的问题，因为这个不可能跨距离的移动。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就近，那解决这个农民。那农民这些小农，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农忙时间很短，那有人帮他解决，事实上他也不用长时间去做一些。那他们不用养工人吧？对。所以工人这边吃住是由管理单位去负责。外界的疑虑大概就是说，这个管理的工作怎么样来做啊？那这个会不会造成不容易管理啊？或者是说我根本不需要工人，那我请了以后，我除了农业的工作以外，我要叫他做其他的。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外展的单位来做这样的服务，你农忙的时候你才需要，那他帮你就是做农业的工作。那这种时数跟管理，我们外展的雇主单位来做，比如说是农会啊，或者是合作社长他们来做。那这样子其实是符合我们目前产业的现况，也解决外界的一些疑虑。我们先请罗理事长来回应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地方可以比较安心呢？还是其实你们一样很不安心？还是不安心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是觉得说哈，如果说你说不是技术方面的话，那就是惯性了。那惯性的话，现在大部分都是用机器去代替的。好，所以说这方面没有那个，应该是不用到外劳的部分。然后精致农业的部分的话，因为都是年轻人的创意，然后去技术提升哈，那个农业的那个技术的能量度哈，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方面跟那个外劳是不配的。而且以目前来讲的话，派遣工的话哈，我们现在目前的那个农忙期的能力调度哈，农民大部分都是依赖哈我们在地的工头哈。或者是那个外配团队，好，现在外配团队的话，就是在我们的那个人力供给的话是1/3了，蛮多的。对，所以说哈，应该如果说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去求救每个乡镇镇公所，不是有一个那个就业辅导作站吗？从那边派出来就好，为什么要去弄那个外劳呢？所以理事长觉得其实自己人力调配还是有的。对啊，还是有啊。大门反而很难管理。对，而且哈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哈，就是说你外劳进来的话，你要安排住跟那个什么这方面，还会产生一个社会的问题哈。那如果说你把这个年轻人的那个回乡那个意愿，好，你把它塑造出来，让他们愿意回来的话，第一个的话，我们他们还可以享受那个天伦之乐，减少独居老人的那个存在啊，社会问题也会减少。那为什么那个农委会不要从这边去走手呢？教授，我也要请问一下，刚刚你也在提到政策要做不是不可以，但是配套非常重要。那像我们这个配套已经规定的够细致了吗？够完整了吗？有因应到点上吗？还是你有你的建议？那如果假设要引进的话，我想一个之前一个训练跟事后的最终评估就很重要。事后最终评估，一个最终评估哈。刚刚处长也讲的是一个 NGO 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农会啊，或是农训协会啊这些。但是呢，农会我们又有一些良莠不齐的哈，有一些派系或者什么农会，不是说每个农会都可以担当这样担任，甚至会去徇私这样一个东西哈。所以这些问题可能是要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机制跟一个考评的机制，什么样的 NGO 才能承接这样的一个业务？你说像可以透过认证制度这样吗？对，因为农委会应该有一个考评对农会的考评的这个制度哈。那这边处长，我先请教一下啦。刚刚教授提到说，好，如果这真实要解决现在的一个现况，我们可以落实回来谈引进外籍劳工的它的一个必要性，然后但要辅导他走向正确性了哈。主委曾经讲过说，在明年年初1月的时候就要实施，那就是下个月就要进行了吗？
是我们在整个做完整的妥善评估，包括刚刚各位所讲的外界的意见，我们都会仔细去听。然后我们整个研拟好了，我们大概就是因为送到劳动部去做相关的审议。那因为国内劳动力就是劳工政策大概就是劳动部主管的。那至于说是不是跨国劳动力的引进，我们也希望劳动部能够了解产业的现况。那我们已经向跨国劳动力来提案，请委员去了解整个产业的现况。我们希望真正来解决产业缺工的问题。所以其实是不是说下来还有一个讨论时间，至少是跨部会之间的协议还没有很明定几月份要出来，或者是几月份就开始哪一个业别可以开始引进？这个我们跟那个劳动部之间的沟通其实随时都在进行。那这种产业的现况，我们也随时在听。那这些整个整理了好了以后，我们也请劳动部针对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委员，针对我们国内产业缺工的情形，再给我们指导之后，我们大概就会送到劳动部。那我想，我们希望整个的作业要切合产业的需要。那这种缺工的现实，我们希望这个作业程序越快越好。这样越快越好，老师你是这么看吗？越快越好，明年就应该1月、2月就赶快开放。我想它是在示范阶段。所以我刚刚也强调，最终评估很重要。适当时机还是要调整。那管理有没有漏洞这个都要去追踪我想解决现在迫在眉睫的这个问题是缺工的问题。你如果再拖延的话，刚刚处长也讲了造成一个产业外移，这个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强调一个低碳食材。有机农业这些都需要这些我们在地的一个农业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是，理事长，如果是真的在明年年初呢？我会觉得说对精致农业的部分的小农部分不公平啦因为如果说以农委会的那个政策我觉得他那农业政策方面的话，应该是说他们是站在那个辅导的角色然后应该是协助农民去发展精致农业。然后奖励农地耕作，然后提升竞争能力，然后创立品牌，还有那个农业技术跟创新的思维去提升，这才是最重要的啦。那你这方面你都没有做，你就直接说我要引进外劳，那外劳进来的话，就变成说，我们精致农业的价格高，然后惯型的话，就因为那外劳的介入，所以它产量多，那这个价格又低，那会变成有一个冲突性。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说农委会你要做的话，是不是说那个配套措施你要怎么去让我们这些小农安心？让我们社会的那个农的部分，他们不会觉得说我少年郎等于做产不好啊，因为外劳已经进来了。那个概念就不对了，因为我是干嘛讲农委会这边是不是要干那个？理事长有一些论点是矛盾的啦但是因为我们大概就不要再直接讲出来。我们做精致农业、做品牌、做行销，扶持年轻人回到农业，这个一直都在做啊，一直都在做。那大家也都不否认，这些做了以后，它还是有缺工的问题。那刚刚我一直强调，农委会在考量到缺工这个部分，考量到了如果是国外的劳动力进来的话，就是针对补充性的原则。国人不愿意去做这些工作，把它补齐。事实上，对产业的发展是有帮助的，而不是说外劳进来，然后我们这些产业就会萎缩，而不是说外劳进来，我们的人就不愿意去做，还是要的啊。因为产业不是只有一个工作，种一个农产品，种一个农作物。从种到产品，它不是只有一个工作而已。外劳做的只是那个劳务性的工作，事实上，你那个行销啦、管理各方面的，还是要本国的年轻人来做啊。还是要本国的农民来做，这个，我想这个要先理清楚我们在讨论问题才能聚焦。应该是这样子我们讲到引进这个外籍劳工我们从社福的劳工就是一些看顾工，然后工程劳工做工程做产业的，那再一种就是农业农渔牧嘛那我们看到说这个除了鱼之外有先开放，其他农牧都已经 hold 很久了。那事实上经过那么包括社福劳工也好，工程劳工也好，他们在建制之前都是经过一段很长的酝酿期、准备期跟筹划期，制度才会慢慢成熟。不过我们一路看到，相对比较来讲，我们农这一块的这个农业外劳的制度上，其实资讯真的并没有很明确啦。所以，其实，在细则部分，很多东西还是听得不清不楚，到底有没有跟地方的这个民间真正的声音做倾听交流，可能。我想这是大家可以应该楼理上一直摇头，就你们的声音可能其实并没有传上去，然后是不是真的地方上的需求是要做一个讨论的啦那我们最后也是请处长再做回应。好，谢谢
针对台湾劳动力的缺乏这个问题，外界也有很多建议，也有很多期盼。那是不是开放外国劳工进来这个部分，外界也有很多思考。我想农委会会整体去思考。那我们也希望说，农委会这些整个政策的原理呢，能够兼顾到整个产业的发展，还有产业的实际状况。这部分我们一定会来做。可能那各界的声音，我们都对。那包括整个政策，包括产业的发展，包括我刚刚所讲的针对劳动力这个3个步骤。我们都是一直要去做。那外劳的引进绝对不要影响到本国，尤其我们在农村这些中高年或者是地域性这些劳工的工作权益，这个农委会一定会去思考的。好，希望这是真的做得到。林教授，我想刚刚张处长也讲到哈，农委会做这么好啊，但是就缺少一些宣传。还有一个说服的一个沟通的一个传播哈，这些应该我们宣传越多，让大家知道，产生认同哈，那肯定农业的一个价值哈。我想刚刚罗理事长也讲到，云林的一个青年返乡这么好，那我们都不知道。那这个是不是从这样一个宣传、一个行销、一个推广，让我们产生认同，甚至我们可以一些青年可以到云林来观摩哈，那产生这样一个认同哈，我想这个后续的工作也是蛮重要的哈，这个 identity 确实是很重要。好，谢谢。时间交给理事长。我觉得说哈，既然要开放外劳，而且外劳的那个薪资比台劳这边高啦哈，那为什么不要把这些钱去补助年轻人呢？转移回来用在自己人身上。对呀，用在自己身上就好，因为我们要落实人、土地、作物的和谐嘛，农业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那农委会这边是不是要从长计议，好，不要那么冲突，至少要给民间一个缓冲，还有说他们的理念是什么，我们要沟通一个建制一个安全的机构，让人家安心的机构。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农委会这边的话，应该是说哈，整体性哈，还有综合性、长期性，好，这3方面的来规划哈，对农民会比较好。不是说我就是说我们觉得要开放就开放，这样不对，这样对我们农民是一个很损失、很损伤的。好，非常感谢各位3位来宾哈，从某可用个角度还有一切嘅方向来到呢对参与讨论啊哈，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祝福大家平安快乐，下个礼拜再会。